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Hey Mom 而家睇紐澳》。咁上一集嘅節目咧，就已經同大家分享咗紐西蘭咧就將會喺呢個8月24號啊，亦即是嚟緊嘅星期一咧，就會將佢哋現有嘅 SMC 咧，亦即是技術移民別類咧，就去更改嘅，由一條 pathway 咧就轉成3條嘅 pathway，等大家咧有更加多嘅選擇移居去紐西蘭嘅。咁喺上一集嘅節目咧，我就同大家分享咗咧佢最新嗰兩條 pathway 啦，咁呢兩條 pathway 主要咧就係適用於如果你有好多嘅工作經驗啦，但係咧你嗰個學歷咧就唔係好高嘅，未達到咧即係大學嗰個水平，咁大家咧就可以使用嗰兩條嘅 pathway。有興趣嘅網友咧記得去 check 翻嗰條片，影片嘅連結咧我就會擺喺呢個 video 嘅最後嗰度嘅。咁今集嘅節目咧就會講下佢原本已經有嘅 point base 嗰一條嘅 pathway。原本呢條 pathway 咧就係儲夠6分咧就可以申請 resident 啦，咁而家都係儲夠6分嘅，咁但係咧佢嘅唔同咧就係佢更改咗某啲嘅細節，等大家咧可以更加快脆咁樣咧攞到呢6分嘅。咁究竟詳細情況點樣咧？今集嘅節目咧就會同大家睇下啦。咁同埋咧，我當然都會分享下咧，因為我喺過去10年咧住過即係紐西蘭5年啦，同埋澳洲5年啦，咁我會分享下呢兩個國家究竟咧喺生活上邊有啲乜嘢唔同嘅。咁如果大家係第一次嚟到我 channel 嘅話咧，我 channel 主要咧就係分享我喺過去30年嚟生活過嘅3個國家，包括加拿大、澳洲同埋紐西蘭嘅。咁如果大家咧係對外國生活有興趣嘅網友咧，希望都可以免費訂閱我嘅頻道，再撳埋個鐘仔，咁下次有片出嘅時候你就知道啦。而家我哋一齊嚟睇下咧，原本儲夠6分就可以申請 resident 嘅嗰條 pathway，由8月24號起有啲乜嘢嘅改動。咁如果大家冇睇過我3年前嘅呢條片嘅話咧，建議大家去睇翻，就會更加容易明白呢個計分制度。影片嘅連結咧響片尾就會有噶啦，咁我亦都會加埋響下邊嘅資訊欄，方便大家參考。Anyway， 由2026年8月24號開始，呢個計分制度咧將會有以下嘅改動。第一，紐西蘭學歷嘅話咧，就將會獲得額外嘅分數。第二咧，就係擁有海外學位同埋研究生證書嘅話咧，就將會獲得更多積分。同埋第三，比起以前嘅計分制度，新嘅制度將需要更少響紐西蘭嘅工作經驗咧，就可以達到6分嘅門檻啦。咁我哋而家一齊詳細啲嚟睇下。首先睇下學歷呢方面先。由8月24號起，如果你係擁有紐西蘭學歷嘅話咧，係可以額外加分嘅。咁點加法咧？陣間就會詳細解釋。即使咧你擁有嘅係海外嘅學士學位，又或者係研究生證書，你都可以獲得4分。咁根據舊嘅制度咧，你係只可以有3分嘅啫。但係要留意嘅咧，就係有啲高級別嘅學歷咧，你係一定需要擁有學士學位先得嘅。咁大家而家一齊嚟睇下呢個圖表咧，就會明噶啦。首先，如果大家擁有嘅係博士學位嘅話咧，無論係響紐西蘭又好啦，又或者係響海外嘅博士學位咧，都係有6分。換句說話嚟講，如果你擁有嘅係博士學位，你就即刻儲齊呢6分。咁當然啦，你都需要響紐西蘭咧有一份嘅工作，咁就可以申請 resident 噶啦。有博士學位嘅話咧，係冇需要證明你有學士學位嘅。咁第二咧就係你擁有嘅係紐西蘭嘅碩士學位啦，咁而且咧係經過30週嘅 full time study 得返嚟嘅，咁基本上咧你同博士學位一樣噶啦，都係有6分，只要有一份工作咧就可以即刻申請 resident 噶啦，不過咧就需要證明咧你係有學士學位嘅。咁第三咧就係你雖然有紐西蘭嘅碩士學位啦，咁但係咧就唔係經過呢個30週嘅 full time study 得返嚟嘅，咁你咧就有5分，不過咧你係無需要提供呢個學士學位嘅證明嘅。跟住落嚟咧就係你擁有嘅係海外嘅碩士學位，而唔係紐西蘭嘅碩士學位咧，咁你就同樣都係有5分，不過咧你就需要提供呢個學士學位嘅證明。
跟住咧就係如果你係有呢個紐西蘭嘅榮譽學位啦、研究生文憑啦，又或者研究生證書嘅話咧，咁你都係有5分，以及咧係需要提供學士學位嘅證明嘅。之後咧就係如果你擁有嘅係紐西蘭嘅學士學位嘅話咧，你都係有5分嘅。咁我真係覺得呢個係最正嘅嚇。咁即是話，如果你係喺紐西蘭讀大學嘅話咧，咁你同其他國家讀碩士嘅待遇係一樣嘅喎。嗱，咁呢個就真係相當之吸引啦。不過如果你而家先開始準備讀嘅話咧，咁讀完之後仲有冇呢個計分制度咧？咁啊真係好難講啦。跟住落嚟咧，就係如果你係喺紐西蘭境外獲得嘅榮譽學位啦、研究生文憑啦，又或者係研究生證書嘅話咧，都係有4分嘅。咁而且咧係需要提供呢個碩士學位證明嘅。咁至於咧喺紐西蘭境外獲得嘅學士學位，同樣都係有4分。喺新嘅制度之下咧，除咗某啲嘅學位比以前會獲得更加多嘅分數之外，更加減低咗大家需要喺紐西蘭獲得嘅工作經驗。因為根據現時嘅制度，你喺紐西蘭工作1年呢，就係可以加1分，最多可以加3分。例如，如果我有一個海外嘅學士學位嘅話呢，原本係可以有3分嘅，咁所以呢，我必須要喺紐西蘭工作多3年先至儲夠6分。咁但係呢，由今年嘅8月24號起，我喺紐西蘭工作1年嘅話呢，就可以加1分；工作1年半嘅話呢，就已經有2分啦。工作2年嘅話咧，就已經有3分。所以用翻頭先嘅例子，如果我係喺海外有一個學士學位嘅話咧，喺新嘅制度底下，我一開始就已經有4分，再喺紐西蘭工作多1年半就可以儲埋另外唔夠嗰2分，由3年變成1年半，足足慳咗一半嘅時間就可以申請 resident。比起現時其他國家嘅移民制度嚟講，呢個真係簡單容易好多。咁我哋而家一齊嚟睇下咧，即係澳洲同紐西蘭究竟有咩唔同。講到澳洲咧，大家都知道咧，澳洲係一個好大嘅國家，地大物博咁。咁相比底下咧，紐西蘭咧就真係冰山一角，非常之細啊！喺地圖上邊，如果我哋唔係特登揾嘅話，可能咧都即係見佢唔到嘅，係咪？咁所以咧，如果你話移居去澳洲嘅話咧，咁我當然咧即係選擇生活嘅地方咧就多好多啦。無論我係一個中意非常之多配套啊、熱鬧啲嘅人啊，咁我咪揀悉尼、墨爾本嗰啲咯。就算我哋即係最近呢幾年發展得好快，我哋呢邊 Queensland 嘅 Brisbane 啊咁樣，咁其實咧配套都唔少嘅，甚至乎咧即係好似我而家生活緊嘅 Gold Coast，即係雖然咧係一個比較細嘅城市，咁但係咧 size 嚟講同紐西蘭嗰啲城市嚟比咧，咁其實咧 Gold Coast 咧仍然咧係唔細，同埋咧 Gold Coast 嘅好處咧就係咧即係佢去 Brisbane 係相當之近，咁所以咧雖然我自己嘅生活喺 Gold Coast，但係其實我覺得咧我係同生活喺 Brisbane 係根本冇乜分別嘅。我去 Brisbane 嘅華人區咧多過我去 Gold Coast 嘅 Chinatown 好多嘅。咁但係講到紐西蘭嘅話咧，其實咧大家可能諗嚟諗去咧，即係除咗奧克蘭之外咧，其實其他城市真係冇咩人揀嘅1/3嘅即係人口咧都係喺奧克蘭，你就知道啦。我自己咧喺紐西蘭咧就住過2個唔同嘅城市啦。咁我哋一開始咧就係住一個比較細嘅叫圖朗加，咁就離奧克蘭咧車程咧就2個零鐘頭到嘅啫。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就搬咗去奧克蘭住，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工作嘅問題。咁所以咧，如果大家係用技術移民過去即係紐西蘭嘅話咧，咁我都好建議大家咧，即係無論你中意即係大城市又好，細啲嘅城市又好咧，都係 start with 咧奧克蘭咧係比較容易啲啦。因為咧，即係以我自己嘅經驗嚟講咧，即係奧克蘭咧，即係唔單止工作機會咧，即係比其他城市多好多啦嚇，咁而且咧最緊要咧，亦都係人工咧都係比較高嘅。咁以我生活過嘅呢2個城市嚟比較嘅話咧，咁我之前住過嘅圖朗加咧，嗰個人工咧其實即係以我嘅經驗啦，當然係佢嘅人工咧係同奧克蘭比咧即係
都相差5至10%到嘅。嗱，咁喺人工方面咧，我相信好多人都會知道咧，即係澳洲咧嘅人工咧，唔單止係同紐西蘭比起上嚟啊，而且係同就算其他嘅西方國家比起上嚟咧，其實一啲都唔低嘅。所以咧，紐西蘭係好難同佢比嘅。如果你話即係純粹你係想揾多啲錢嘅話咧，咁你又有得揀嘅話咧，咁你一定係揀澳洲，唔使問嘅。紐西蘭除咗人工比較低之外咧，其實個生活成本咧亦都一啲都唔低嘅。無論係油價啦，又或者食嘢方面，因為即係佢遠啊嘛，係咪？咁你即係運費都貴好多啦。咁所以咧，其實生活成本係唔低。咁但係近年嚟，由於咧紐西蘭嗰邊嘅樓價咧，即係咁跌啦，咁所以咧而家咧紐西蘭嗰邊買屋嘅話咧，就比澳洲呢邊咧比較係 affordable 嘅。咁但係話又講翻轉頭，即係澳洲而家啲樓價都開始跌啦。咁你話跌到幾多咧？冇人知嘅，係咪？咁但係之前咧，我哋 Brisbane 呢邊咧，咁其實咧都升得好勁噶嘛嚇。咁跌咧，亦都係跌得慢啲。咁但係近期咧，我都已經睇到咧係好明顯嘅，即係跌緊咯。即係價錢未必會跌得好多，但係我自己見到咧，尤其是即係我自己附近呢啲區啦，咁啊黃金海岸呢邊啦，佢嘅價錢咧就唔係跌得好多。最大明顯唔同嘅咧就係超多樓盤選擇咯，我未見過咧，即係喺我哋呢度附近呢幾區咧，係咁多樓盤係 available。咁究竟生活喺紐西蘭有啲乜嘢好處咧？第一啦，我就係覺得即係因為紐西蘭嘅人咧係比較隨和啲，同埋咧佢即係嗰個嘅即係種族歧視咧冇咁犀利啊！即係因為我諗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澳洲呢邊始終咧都係覺得自己係一個即係白人嘅一個嘅國家比較多啲。咁但係紐西蘭咧我就覺得佢係即係冇咩咁分咯。總之佢係覺得你入嚟生活嘅人咧就係紐西蘭人。即係你見到佢對嗰啲即係原住民嗰啲毛利人咧，其實咧佢哋咧都即係好尊重佢哋，甚至咧學校啊即係都會教毛利嘅語言。所以喺紐西蘭讀書嘅小朋友咧，佢哋係一定係識得係去即係講呢啲嘅 Maori。我自己喺西方國家生活咗咁耐啦，我就未見過其他嘅西方國家咧有咁尊重咧呢啲嘅原住民嘅。如果大家係驚歧視嘅話咧，喺紐西蘭生活咧係比較即係我覺得比較啱嘅。咁我搬到過嚟澳洲之後咧，都發覺其實澳洲即係學校入邊嘅 bullying 咧嘅情況咧都係比較嚴重嘅。因為我以前喺紐西蘭都冇聽過即係 school 有 bullying 啦。過到嚟之後咧就我自己都有識得有朋友話，因為佢個女啊，因為即係呢間學校 bully 即係有 bully 嘅狀況，咁所以佢搬咗去第間學校。咁同埋係有時間唔中喺新聞咧，亦都會聽到呢個 school bullying 嘅情況。咁喺紐西蘭工作咧，雖然人工咧就冇澳洲咁高啦，係咪？咁但係咧，其實我覺得咧，佢嗰個嘅 work culture 咧係幾好嘅。例如咧，公司定期咧都會有即係 morning tea time 啦，咁啊俾即係大家同事大家一齊可以除咗食下嘢之外咧，亦都可以聯絡感情啦。咁我自己都記得我做過一份 temp job 咧，我只係喺嗰度返咗3個禮拜啫嘛。咁我走嘅時候，佢哋都特登要買啲即係買好多嘅嘢話即係好似 farewell 我咁樣。我心諗我返咗3個禮拜工咗，我都有啲唔好意思。咁除此之外咧，其實大多數公司每個禮拜下晝咧嘅3點鐘咧，佢開始咧就唔需要做嘢噶啦。咁啲人咧就會開始咧攞啲酒嚟飲嘅，係公司會有酒飲。咁但係當然啦，淨係 Friday 先可以飲嘅。咁就飲酒啊，食薯片啊，咁大家就坐埋喺度吹水啊，喺度聯絡下感情啊。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幾好嘅。咁雖然大家可能聽落喂，可唔可以即係早啲放我走算啊咁樣？咁但係你諗下，即係你喺度吹水好過你做嘢啊，係咪先？咁喺天氣方面咧，咁其實即係紐西蘭都係天氣比較溫和啲啦，就唔會話夏天咧好似即係澳洲咁熱啦，熱到暈咁樣，亦都唔需要咧擔心有咁多嘅即係蛇蟲鼠蟻嗰啲嘅出現樣嘢。因為我自己嘅人本身咧就好怕熱嘅，即係老實講，初初嚟到澳洲嘅時候咧，其實對於我嚟講最大嘅 challenge 咧就係呢邊嘅天氣，哇真係好熱啊，即係好難頂啦。每到夏天嘅時候，咁但係都要講翻，即係到冬天嘅時候，好似而家咁樣咧，就真係好舒服嘅。你見到我而家8月，亦都係即係全年啊最凍嘅一個月份，我都可以着住件呢件短袖衫嚟嘅，咁可以喺屋企着住件短袖衫，咁出邊嘅太陽又咁好，咁其實咧即係都冇得 complain 嘅。嗱，咁大家咧都要留意嘅就係咧，除咗咧我喺呢2條片同大家分享唔
唔同嘅 pathway 咧有唔同嘅 requirement 之外咧，大家咧仍然咧係要即係 meet 佢本身嗰個嘅基本嘅條件。咩叫做基本嘅條件咧？就係佢本身有呢個年齡限制啦，55歲以下啦，英文啦，大家要考佢嘅即係唔同嘅試就有唔同嘅要求啦，同埋咧你嘅身體健康狀況啦、人格啦各方面咧，呢啲咧嘅基本要求咧，大家係仍然咧係要需要係去 meet 咧，先至可以咧係去 apply 呢個 resident 嘅。咁所以咧有啲網友問我啊，咁係咪唔識英文都 OK 啊？咁樣咧就真係即係大家要諗下，如果你移民去一個咧即係英文係主要語言嘅國家，你有咩可能咧即係唔需要識英文就可以咧用技術移民嘅方法去移民過去啊？係咪？就算有人同你講嘅話，你都唔好信啦，90%都係你㗎啦。咁至於咧另外有啲網友咧，即係喺我上一條片咧都留一啲比較 negative 嘅 comment，即係有啲人就講話紐西蘭咁差嘅一個國家根本就冇人想去啦，又或者移民去紐西蘭不如移居去大灣區好過啦，即係諸如此類嘅 comment。嗱，你移唔移民咧，其實咧就唔係好關我事嘅啫。但係咧，我就想同大家講一個故事。呢個故事咧就係咧關於以前猶太人嗰啲嘅集中營啦，大家知道其實係即係好慘㗎啦。咁我就聽過一個即係生還者佢嗰個嘅即係複述翻佢嘅故事。咁我聽完佢成個故事之後咧，我得到一個嘅結論，佢之可以咧係有機會生還落嚟咧，完全咧係因為佢做咗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決定。呢個嘅決定就係佢當時咧選擇去做一啲咧厭惡性嘅工作，其他人唔係好願意嘅工作，佢反而咧冇拒絕，而係咧自己咧自願話我去做，就係因為一個嘅決定咧救咗佢。乜嘢嘅工作咧？就係去執死人嘅屍體。咁大家知道啦，集中營呢啲環境咁惡劣，一日死好多人，咁當然要有唔少嘅人執呢啲嘅屍體啦。執屍體咧就大家當然都係唔想啦。但係點解呢個人咧佢願意去執屍體咧？因為咧，佢喺呢個咁惡劣嘅環境入邊咧，睇到將來就係點解咧？佢一路喺度執屍體嘅時候咧，佢就喺度抄人哋嗰啲衫褲啊，嗰啲嘅剩，跟住咧就執咗好多，即係譬如好嘅衫啦，又或者好嘅鞋啦。其實當時咧，大家有睇呢啲 documentary 都知咧，其實好多人冇鞋着嘅，就係因為冇鞋着咧，隻腳咧 frozen 啊，或者乜嘢咧，即係工作嘅時候咧，佢係會比較咧有機會咧，就係即係個身體咧係去即係受傷。當時嘅環境都非常之凍啦，咁唔好睇少一件衫或者一對鞋，其實都係好重要。咁同埋咧，佢都係喺人哋嘅屍體身上邊咧揾到咧extra 嘅食物。因為有好多人都即係死人都肯即係唔肯食啊，留翻啲食物咁樣喺個袋度。咁而且咧，亦都係執到咧好多即係即係值錢嘅嘢啦。因為有啲人喺工作嘅時候咧，佢哋都可能咧唔同嘅工作環境，可能見到有啲值錢嘅嘢，咁就攞咗、立咗、袋咗嘅。咁佢咧就執咗呢啲嘅嘢翻嚟之後咧，咁佢就可以利用咧呢啲嘅 valuable 嘅嘢咧，咁就同其他嘅軍官啊或者其他嘅人咧去 trade 一啲嘅食物啊。trade 一啲嘅 opportunity， 做一啲好啲嘅工作啊咁樣，佢就係靠咁樣嘅方法咧，去做人哋唔肯做嘅嘢咧，生存落嚟。所以咧，我覺得愚蠢嘅人咧，就算你俾一個機會佢咧，佢都仍然係彈三彈四。但係聰明嘅人咧，可以喺絕境入邊咧尋找到機會。呢個就係我想講嘅嘢。大家可能覺得移民去紐西蘭。一個即係大家都唔願意去嘅地方，點解咧？實有原因嘅，係咪？咁的而且確，紐西蘭我頭先都講人工低，生活成本高。但係我想話俾大家知，其實大家係生存得到嘅。你睇咁多紐西蘭人，有幾多個係餓死嘅啫？我喺紐西蘭嗰度生活咗5年，我唔單止冇餓死，我仲好中意紐西蘭添。咁 anyway 啦，咁今集嘅節目都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中意我呢條影片嘅話，記得 CLS 支持下我。唔知講咩好嘅話，打個1字就 OK 啦。咁我都喺度祝願各位咧可以移居到你自己咧心目中想嘅地方嗰度啦。咁我都祝大家咧好運啦。下次再見，拜拜。